咁啊，又繼續啦，咁啊279X 呢個咁嘅青衣站啊，咁啊開胃同埋咩啦，跟住清熱啦、定驚啊，咁啊七清茶咧，好多間嘅萬寧都有得賣嘅，因為小朋友飲啦，都唔差嘅依家 B8L。咁啊到依家啦，咁啊依家咧就係69號啊，去元朗嘅體業街啦。咁啊今次係有呢個咁嘅太陽能板啊，係啦。咁啊到依家咁嘅 B8L 啊，白雪雪啦，又係白雪雪。同依家 B8L 咧係唔一樣，依家係 P25，呢個 P26。P25咧係第一個版本，P26咧係第二個版本，P41咧係第三個版本嘅，係啦。咁啊依家方便可以俾你改車啊，改車嘅朋友仔可以改路線啊、改車牌啊、油顏色啊咁樣都可以嘅。咁啊以下就係所有嘅 B8L 咧嘅第二個2.0嘅紅巴，咁啊又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係啦，以下就係咁多嘅2.0嘅紅巴同埋九巴嘅安達臣道啊。以下就係呢個咁多嘅 B8L 啦，咁我哋就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條片咧，俾個 like我哋下條片咧再見，拜拜。